大家好，哈利路亚！这个就像牧师讲的，这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我们是客家喜景敬拜团，大家冷不冷啊？我没有听到，冷不冷啊？不冷啊！不管冷不冷都要站起来了哦！我们要来敬拜了，因为天在客家开了，阿门，阿门。你跟旁边说，天在客家开了，天在客家开了。我们愿将天展开，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两只脚要离开地面哦，看看旁边有没有跳起来，我们一起拍手。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
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再一次将天，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可以敬拜，万国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同声开口讲哦，哈利路亚！我们在这宣告哦的，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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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客家风起來，红起来要做乜嘅？好，我们客家红起来叫做站起来。客家站起来要做什么？要一起来赞美主。耶！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手，我们强悍的欧诺主。主啊，爱的神，你是爱力量。当你走出，你就是讲指引爱方向。主啊，爱的神，你是爱坚强，不再软弱，勇敢向前，越来越坚强。哦，就是爱引你随风，带来龙凤生手彩，这色彩太奇妙。用哈来欧诺主，用哈来欧诺主，两个上中欢喜乐中，加速的勇敢。用哈来欧诺主，掉给主耶稣，两个上中欢喜乐中，在主里路很强啊，高唱。主啊，爱的神，你是爱力量。当你走出，你就是讲指引爱方向。主啊，爱的神，你是爱坚强，不再软弱，勇敢向前，越来越坚强。哦，就是爱引你随风，带开高峰闪手彩，这实在太奇妙。用下来咯，用哈来欧诺主，用哈来欧诺主，两个上中欢喜乐中，耶稣嘅勇敢。
中歡喜樂中，在主裏都會叫下歌唱。強下來我攞主，人掉高山從歡喜樂中，耶穌嘅榮光。強下來我攞主，人掉嘅主耶穌，人掉高山從歡喜樂中，在主裏都會強下歌唱。主啊，是的，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主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欢喜快乐。阿门。哦，主啊，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真光照进我们的客家里面，哦，带领客家更多来归向你。客家真光。在意，為了人生前一條繁路。恩利亞，看來看去，為了尋到一生嘅祝福。才是路中甘苦事，馬薩皮登強下。仰望你的無岸高天，天空中會來到。耶穌啊，你係真光，光照愛客家，愛愛一生天地你。耶穌啊，你係真光，真照愛客家，愛愛一生心空你。恩你呀，使來使去，為個人生一條繁路。恩你呀，看來看去，為個尋到一生嘅祝福。才是路中甘苦事，馬薩皮登強下。仰望你的無岸高天，天空中會來到。
向神的举手。耶稣啊，你是真公，公照爱客家，爱爱一生天地你。耶稣啊，你是真公，成就爱客家，爱爱一生心空意。就係伊，耶穌你帶來拯救。係伊，就係耶穌你，伊嘅愛直到永久。係伊，就係伊，耶穌你帶來拯救。真公，公照愛客家，愛愛一生天地你，耶穌啊，你係真公，成就愛客家，愛愛一生心空意。最好的向神的举手，向神的呼喊，耶稣啊！真公，公照愛客家。愛一生天地你，耶穌啊，你係真公，成就愛客家，愛一生心空意。是的，耶稣，耶稣你是真光，我们要都跟随你。我们一起说。客家兴起，客家红起來。大家好，大家好。我怎么突然？怎么突然凉掉我了呢？们原住民的朋友，因为原住民已经交棒了。什么什么嘎？原住民在哪里？罗嘎的过啦！因为刚刚原住民已经交棒给客家了啦，所以原住民就想说没有我的事了啦。没有，刚刚的音乐剧太好听了。我哋閃灑係來自苗栗縣，好，我是彼得牧師。大家好，我是基隆人，啊，不过我一个苗栗娶太太，我是英杰牧师。大家好，我是莫雅传道。那现在呢，是南投人，寄居在苗栗。好，我们是原客汉，是好原住民客家闽南，好，大家伫根本已係乜緊嘢嘛？客家嘢，還有更加好嘅答案嘛？好，客家話呢，根本已係上帝嘅嘢咧。好，我們一起把掌聲歸榮耀給我們的神。剛剛前面主委說哈，佢講哈，聖經28號都以下2個月嘅時間啦，啊，真是好，我們不是這麼容易，可是在人不能怎麼樣？在神凡事都能。我們再一次好不好？太上嘅來講，在神凡事主做的，好，啱講出會啦。有點太難了，太難了。來，你講，來，你再說一次。來，莫雅，再說一次。是，你講一次。啊，好，他叫我再講一次。在神凡事都能。這個我很厲害，在神凡事都能。我要原住民的。哎呀，牧師。好了，讓你想一下，那我先回答台語怎麼講？喉嚨維是，你再講一次中文是。在上帝手中，大項代志都會使。感謝主，好，我想感謝主哈，在1228全國客家日也是一個還我母語日，對不對？是。好，我們要愛說我們的母語，那我們也要來勇敢的來說母語，要認同自己的身份，不論是原住民、是客家、是閩南，好，是新住民，還是還有什麼外省，
好，我想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一家人。Amen。跟你左右人说，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我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刚刚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台上在唱，台上在讲话，好像没有欢迎到大家，对不对？是啊。我们请我们最美丽的原住民来带大家一起来欢迎一下大家，好不好？好的，今天是全国客家日，所以一定是全省的朋友都来到，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看看一下南部的朋友在哪里？来挥挥你的手，南部的，举起手来。哦，南部的朋友来挥挥你的手，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哇南部的朋友都被南部给热起来了哎。是啊。你的南部在哪里啊？高雄有没有？屏东有没有？有没有？还有嘞？还有那个台南，还有了嘉义，还有嘞？还有那个，再来就是我们两个也是南部的。不要这样子啦，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在中部。你是女部的，我是南部的。OK 啊，我们两个是南部的。OK， 没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好不好？还有嘞，中部的朋友，中部的朋友在哪里？请你举起手。中部的朋友你在哪里？中部的，给他们热情的掌声。中部的朋友，你的手抓较悬的不？等一下，英姐牧师，我们今天是客家日。要用客家话，你是纵贯耍哟。对，好不好？尽量用客语，好不好？好，再来哈，中部了，对不对？接下来了，我们要来北部了。北部的朋友来到了没有？来举举手，哇，好多，好不好？哇，北部的好多。感谢主，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嘞，再来，对不对？好，最远的喽。最远的。对。那个东部，我们今天又从东部来的，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在哪里？东部的朋友在哪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挥手，在哪里？欢迎你们！耶！东部的我知道，台东的早上很早就坐火车来了哈，真的，我们再一次掌声给他们，好，鼓励他们，谢谢他们一起来参加。好，那我想。今天很重要的日子，全国客家日。那我们你基督徒您讲您是兄弟很多那个非族内的说，哎呀，新雅俗戏蒙人给啦其实不会啊，我看新雅俗戏也没懂人给啊也是哭得很厉害。我们不是在那个仪式啦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最遵守华人的一个传统。我们饮水思源，我们怎么样慎终追远？我们很喜欢分享每一代的这个嘉美角中，对不对？对。让这些嘉美角中可以怎么样主得流芳？所以我们如果不要去分享，怎么可能主得流芳？对不对？我们的神都告诉我。我是你爸爸的，是你阿公的，是你阿祖的上帝，对不对？是。然后呢，最后我们要知道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啊？上帝。你的兄弟啊，上面的源头要回到神的身上。那等一下，我们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要邀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不是像我的体重这么重的人物但他是一个。感谢神，在客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位牧者，他原来在平镇开拓教会，后来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没有，他现在在后台啦，等一下就上来了啦那好，他其实现在是我们客家宣教神学院的院长温永生院长。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温永生温院长。温院长。客家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早上龙潭出太阳，我就说神迹出现了。我知道今天不只是客家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今天是五族合一，是不是？我们要请除了客家人之外的其他的族群，请你挥挥手好吗？我们客家的弟兄姐妹。掌声，谢谢他们支持我们。首先呢，我短短的时间要介绍客家的美德，客家跟迷德第一个呢，就是敬天畏神，这个天就是上帝，
今天有其他族群的弟兄姐妹、好朋友来到这里，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学客家话啊？我念一句，请大家一起学一句，好不好？我们有8个美德：第一，敬天威神，忠孝团结，饮水思源，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强刚依托，身谦好客，公众有主。哇，我们其他4族都很聪明呢，一学就会啊！感谢主。客家人除了这8个美德啊，我们知道客家过去我们客家的教会也都在推动这个慎终追远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客家其实非常重视孝道。当大家看到这个相片呢，就是在龙潭。假如我们走3号国道，就是北二高，往南走的时候，右手边经过龙潭市区，就会看到这一个美轮美奂、金碧辉煌的建筑。这个建筑叫做黄梅生纪念馆，黄梅生是来台祖先。感谢上帝的是呢，他的第9代孙信了耶稣。有一次，他们夫妇，他的媳妇，在我们客家神学院，就跟我谈到说，当年大概40多年前，盖这栋黄梅生纪念馆的时候，花了2个亿，2亿的台币。假如换算成今天的台币，应该超过10亿。更感谢上帝的是什么呢？他的第10代孙的孙女正在读客家神学院，而且他有志于做跨文化的宣教。黄梅生纪念馆的后代子孙开始信耶稣了，感谢主。假如到了北埔，大家也可以去看北埔有一个彭氏宗祠，也是很有代表的一个客家的宗祠。这些呢，都让我们看到客家人非常重视这个孝道。我是屏东人，我来自屏东内埔。内埔也有一个钟家的主祠，也是代表着我们客家人很看重慎终追远，所以呢，就盖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钟祠。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会在祠堂祭祖。清明节或清明节之前，就在祖坟来扫墓。这是客家人整个家族都在做的事。那客家的教会过去也因着这样，觉得孝道是圣经的教训。基督教客家教会过去也提倡客家的传统、清好的传统，就会慎终追远。所以过去也推动一个慎终追远的工作。第圣经旧约的10条诫，旧约的10条诫，前4条诫是神人的关系，后6条诫是人伦的关系。人伦的诫命当中，第1条就是孝敬父母。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也有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同时他也有榜样，他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榜样。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2节第3节，这里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1条带应许的诫命。哇，这节经文太重要了。我们其他4大族群的弟兄姐妹，要不要来学一下客家话？我读一句，请大家读一句。
爱孝敬父母，使你得福，才是长寿。也是第一条带引起的革命。所以过去我们客家教会就在推动慎终追远，我们几乎每年很多教会都在举办。我们不能因为信耶稣就丢掉祖先，因为刚刚我们客家的美德就强调说要饮水思源。所以我们设计了追思山礼，这个追思山礼是敬拜上帝的一个仪式，在敬拜上帝的当中，带出追思祖先的意涵出来。有倒水礼、饮水思源，献花礼、主的流芳，点烛礼、光中耀主。在追思山礼的第一个礼就是倒水礼，我们有这个相片啊。这是我们2012年在荣耀堂举行的尊神敬主大会。第二个礼是献花礼，主得流芳。第三个礼是点烛礼，光中耀主。我们非常鼓励基督徒，除了在年节的时候透过追思山礼表达我们慎终追远之外，我们也鼓励基督徒要制作祖先纪念表，取代祖先牌位。所以我们鼓励基督徒做祖先纪念表或世代传承表，做好以后呢，就可以挂在客厅，我们可以常常的追思不要忘记祖先，要饮水思源。所以有2种做法，祖先资料多的就是祖先纪念表，还有客家人的族谱写都清完整，保留都清好，所以客家人要做这个祖先纪念表没有问题。那其他族群可以制作世代传承表，做好之后就挂在客厅。今天我们客家神学院带了30本而已，因为书很重在我们的摊位，非常乐意赠送有兴趣的朋友弟兄姐妹，就是这本书《慎终追远迎复兴》。若是你希望作者签个名，我个人也非常乐意。愿上帝赐福大家。谢谢我们温院长。好，我们再等一下，下一个时间是客家圣乐团上来之前，好，我们有一个有奖问答的时间。好，今天下午唯一一个有奖问答时间。好，刚刚有没有注意听？温院长讲的其实很棒，很细哈。来，我们等一下哈，来我看一下我们的另外2个主持人，英杰牧师在哪里？好，在后面。好，莫雅传道，来，我问第一个问题哈，请莫雅传道帮我们找一个人。好的。好，来，刚刚温牧师有分享客家敬祖3礼，3礼只要讲到其中1礼就可以了。来，那个莫雅传道，你赶快选一个。好，牧师要不要想讲一下1、2、3？好，来，我数1、2、3，好，好，来，1、3。你快一点。再一次，1、2、3，耶！献花礼，好，献花礼，给他一个好，热情的掌声。好，来献花礼，来问英杰牧师在哪里？我在这里。好，来，刚刚说的献花礼代表什么？来，1、2、3，还没有3是我喊的。来3，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哦，好，这边有个姐姐讲一下。好，献花礼代表什么？主得流芳。好，主得流芳，耶！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好，那个小礼物就送给他哈。好，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客家圣乐团，好，用美妙的诗歌要来献给我们的神，掌声鼓励。同胞出中年，一定1600年，幾多戰亂幾多苦，流
汗流血见大雁。南北通陀羅，大家家以福音台，同心研究新策略，四海同胞归主來。平安人民众生活。
好，我们谢谢客家圣乐团。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客家圣乐团的团长，好，曾正中牧师来做祝福的祷告。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今天台湾的全国客家日，你召集这么多的无族弟兄姊妹、乡亲朋友，一同在这里敬拜你，要来荣耀你，要歌颂你，因为你是至高、至大、至圣、至荣、至爱、至尊的主。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能，你无所不在。你照顾你的儿女，像照顾保守眼中的瞳人一样。虽然客家在台湾信主的人0.6%，主啊，主啊，今天能够奇迹式的，你的大爱显明在这里。你爱客家人，你会唱客家歌，你听得懂客家话，你用客家话要传福音。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么100多年来，你让许多的宣教师来到了客家庄，甚至在我们偏僻的乡村，80多年前、100多年前就有人信了主。感谢主，你拣选我的祖父80多年前信了主，今天他所爱的孙子，今天可以在这里带领诗班来敬拜你、荣耀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今天你让我们无主同心在这里，求主你也兴起更多的本岛的宣教士向客家乡亲传福音，向他们的隔壁邻居隐藏的客家人找出他们来，爱他们，再跟他们讲神爱你们，神会讲客家话。感谢主，求主你施恩帮助，你保守我们的台湾，你保守中华民国在这个世界的版图上面能够成为宣教的岛屿。我们让客家的乡亲也起来，能够传福音，得到客家人，直到传福音，直到地极，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在主你的里面领受你天上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里面，圣灵的充满交通医治同在，双双在我们的当中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无损。哈利路亚，荣耀归本主。阿门。我们谢谢曾正中牧师。好，接下来一个年轻人很棒，他叫 Tim。好，我想他们用以客为尊，好，他们写了一首歌叫《以客为尊》，他们要来用这首歌来做一个呈现，好，让客家是被尊荣的，客家是上帝所拣选的，客家是上帝要让台湾能够再一次复兴的时候点的那一个火，客家红起来！我们一起大声喊一次：客家红起来！好，再一次，我们比我麦克风大声好不好？来，1、2、3，客家红起来！好，那你们都还坐着，要红起来！来，我们一起起来，来，客家红起来！
将掌声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好，我们接下来，哈嘎，哈嘎，我说哈嘎，你说红起来，哈嘎，哈嘎，我说哈嘎，你说一起来，哈嘎，一起来，哈嘎，一起来！大家好，我是 Tim， 还有欢迎我们的团队 GOE。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边看到大家，耶！我们等一下在歌曲当中也会跟大家做一些互动。我希望当我们唱到哈嘎的时候，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重复哈嘎。Yeah，let's try。哈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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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嘎 ！DJ，let's go！ 天气很冷，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好不好？蔡医师，你们准备好了没？举起你们双手，准备。若要在心中绽放，我们的尊严不可挡，如同江河浩荡流长，可嘉的火焰传四方。一颗为村，一颗踏实落下着气的穿越古今，让这声音击中你心里，风雨中我们坚守，山川也为我歌唱，数天日到科技日，无尽早已撕开。他是错，这些爱用他去偷，将人抓进彼此双手深深的鱼钩，飘过海，把架空在肩上开一面，加上城门放海。唱一首客家的歌，来传扬客家的歌。我们的尊严不可挡，不可挡，不可挡，如同江河浩荡的沙，客家的火焰传四方，若要在心中绽放，我们的尊严不可挡，如同江河浩荡的沙，客家的火焰传四方。今天是12月28号，是国定的全国客家日。然后我们在这边一起发出我们的声音，把这个祭坛献给我们的神，让客家人回归转向主。Yeah， 1, 2, 3, go！ 一颗为尊，客家文化生死；一颗为尊，客家再一次；一颗为尊，客家文化生死；一颗为尊，12月28日；一颗为尊，忘记因生死缘；一颗为尊，力量携手马向前；一颗为尊，跟从不改变；一颗为尊，家人要的地位面；一颗为尊，金色的不灭；一颗为尊，一颗为尊，手中的火焰逐渐升腾，上家的回归真神。It's drop time, baby. Everyone, how come you ready? G-O-E, ready. 各位所有的复习 I gotta go 三层加过就对了还有的浪迹 Let's go 踏来从不停息很快就越到喜悦客家到神家光芒让你感到新鲜从中国到台湾从家乡到世界带我们走向辉煌带我们穿越时空号角我来吹响信仰胜利加荣客家文化在我们嘴边越来越生动，跟我讲话之前，每天想会自重。团结力量，大声的爱，召唤你们爱。四面前都是人，也是未来记住。客家经典声音从台湾传到海外。再可拿出勇气，谱写传奇。哈嘎，哈嘎，再是哈嘎，哈嘎，哈嘎。哈嘎，哈嘎，哈嘎，继续哈嘎，继续哈嘎，哈嘎，再次哈嘎，哈嘎，哈嘎，哈嘎。
耶！将荣耀归给我们神。谢谢。想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 GOD The Label， 我们是一个属神的福音厂牌 ，Amen 吗 ？Amen。未来再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各地传唱他的福音。我的名字叫做李大 Solomon， 我的名字叫做 Henry V，Because God I gotta win。耶！我的名字叫做 Marlon Tashua 马哈东。Let's go。Yo， 我是 Marquez。我是 Tim， 来自 OK 先锋家族。那么将荣耀归给神，谢谢大家，谢谢谢大家。